大家好，歡迎收睇東亞銀行2026年經濟及市場展望，我係主持人 Heidi 黃海迪。環球經濟喺政治變局入邊繼續向前行，而香港嘅經濟咧，亦都喺國家嘅支持同自身動力之下咧，逐步咁去復甦。但係嚟緊2026年仍然面對好多唔同嘅挑戰，咁究竟對環球經濟會有啲咩影響呢？呢節咧我哋揾嚟咗有東亞銀行首席經濟師卓亮 Tristan 啊，同我哋分析下嘅。Hello Tristan 你好。Heidi 你好。你好嗱，講到唔同嘅市場啦，我哋先睇睇即係頭先講話美國方面啦，大家都比較多嘅關注嘅。咁但係大家睇得最緊嘅咧，就係關於美國嗰個貨幣政策嘅走向。12月中就再減咗次息啦，但係嚟緊呢一個減息嘅因素會點樣影響市場、影響經濟呢？我諗如果大家比較係關注減息週期呢一方面點樣發展啦，因為畢竟係其實減息週期嘅話，未來點樣演變對港元嘅呢一方面嘅利率都係有比較大嘅一個係影響。咁如果你話睇翻美國呢一方面咧，其實呢一張圖咧，我哋就係見到係美國嘅聯邦基金利率嘅一個實際嘅一個水平啦。咁其實實際利率嘅意思咧，就係話呢個政策利率再減翻當時通脹嘅一個係水平去到邊度。咁大家見到咧，其實係自從係金融海嘯之後咧，其實絕大部分時間都係處於一個實際負利率嘅一個狀態。咁其實即係話好多時間裏邊咧，個聯邦基金利率係低過美國通脹嘅一個水平。咁但係而家我哋見到咧，自從2022年美聯儲曾經開始比較進取咁嘅加息咧，其實美國嘅一個政策利率都係處於相對偏緊嘅一個環境。咁所以我哋見到其實而家美國嘅聯邦基金利率係處於一個比較罕見嘅實際正利率嘅一個狀態啦。咁其實呢一個指標對未來貨幣政策有咩嘢影響呢？我哋見到如果你話而家美國嘅聯邦基金利率目標上限去到3.75厘，咁但係美國嘅通脹咧應該係3厘以下，3%以下嘅一個水平啦。咁所以應該見到其實未來如果再進一步減息嘅話，個空間都仲係存在，因為畢竟而家政策利率比美國當地嘅一個消費者物價指數，即係 CPI 呢一方面咧，高出大概係1個百分點左右嘅一個情況。咁當然2026年嘅減息步伐而家仲係比較唔明朗啦。咁大家都知道係未來聯儲局嘅主席係都會係換人啦。咁但係無論係今年嘅步伐點樣，我哋覺得有機會嘅呢一次減息週期都係會再延續落去。咁如果你話今年個減息步伐係相對平穩嘅話咧，咁呢一次減息嘅週期有機會就延續到2027年。減唔減息、減幾多息都要睇住美國個通脹嗰個嘅走向啦。咁如果而家要分析美國嗰個通脹嘅情況啦，我哋應該去點樣去衡量呢？因為如果你話通脹嘅話，其實當然係舊年大家就曾經比較擔心啦，因為當時係白宮都係推出咗好多嘅一個係關稅嘅一個措施，咁大家都係比較擔心關稅呢一方面會唔會真係對通脹係有一個好大嘅一個刺激嘅一個作用啦。咁但係你見到其實舊年到而家咧，其實美國呢一方面基本上佢嘅通脹嘅一個預期咧，都仲係比較平穩嘅一個狀態。咁我哋呢一張圖咧就係睇下其實係美國呢一個係通脹究竟係受到咩因素嚟影響啦？咁其實呢一張圖我哋見到其實貨幣供應始終都仲係影響美國通脹其中一個關鍵嘅一個因素嚟嘅。咁係我哋見到呢一張圖，其實係橙色嗰條線咧，就係美國嘅一個係消費者物價指數水平啦。另外一條線咧就係其實美國嘅一個廣義貨幣供應啦。咁大家見到其實非常之長時間嘅週期咧，兩條線都係好吻合嘅一個狀態。咁但係之前點解美國曾經係疫情之後有一個非常之高速嘅一個通脹升溫咧？因為當時係美國嘅一個貨幣政策同埋財政政策都係非常之寬鬆咁樣嘅刺激，令到真係貨幣供應有一個好明顯嘅一個飆升啦。咁但係見到大家呢一張圖就係顯示其實係加息週期開始咗之後咧，其實美國嘅一個貨幣供應嗰個增長速度咧都已經放慢咗。咁所以其實呢一個貨幣環境都係令到點解係關稅推出咗之後，其實通脹呢一方面雖然話某一啲商品或者服務係有影響，但係冇整體嘅一個物價水平出現太明顯嘅一個飆升嘅一個主要嘅一個原因啦。咁所以簡單嚟講，我哋覺得如果按照呢一個趨勢發展落去嘅話咧，其實美國嘅一個通脹相對係而家係略低於3%左右嘅一個水平，有可能會係逐漸輕微咁樣下滑係有機會嘅。咁所以呢一方面就唔係真係太過係有大嘅一個通脹飆升嘅一個壓力喺度。
度。咁但係同一時間都唔可以完全掉以輕心啦，因為大家知道其實係美聯儲呢一方面，佢除咗之前係停止縮表之後，又好快係重新擴張資產負債表嘅一個規模，而家都係再買短期嘅一個係國庫券啦。咁所以其實應該個美國嘅一個貨幣供應咧，未來仲係有一個上升嘅趨勢，只不過速度可能冇之前咁快啦。咁所以喺呢個簡單總結嚟講呢個貨幣環境我哋覺得都係令到美國嘅一個通脹相對係會平穩嘅一個狀態，即係可能略低於3%以下嘅一個速度啦。咁跟住仲係有放緩嘅一個空間喺度。嗱，呢個就係美國經濟方面嘅走向啦。咁大家亦都關注住內地方面嘅經濟。喺疫後咧，我哋見到內地經濟都保持住一個穩步復甦嘅即係步伐嘅。咁嚟緊點樣展望咧？如果你話睇翻內地嘅一個經濟，或者我哋先睇一張圖啦，咁即係其實係過去幾年係內地經濟嘅一個表現。咁其實呢一方面咧，我哋見到其實內地經濟嘅話，應該係過去幾年其實都係維持一個 GDP 增長都係比較平穩嘅一個狀態啦。咁當然疫情期間係2020到2022年呢幾年就比較波動，但係23、24、25嘅話咧，咁其實個目標都係5%左右嘅一個經濟增速，咁呢個都係可以保持。咁舊年嘅話，我哋覺得全年都係5%左右嘅一個增長啦。咁所以如果你話係從一個整體嘅一個係增長嘅一個速度嚟講咧，我哋覺得2026年有機會都係保持一個相對平穩嘅一個狀態。咁其實有機會可能係官方嘅一個增長目標咧，都繼續係維持5%左右嘅一個經濟增速嚟。嗱，我哋睇埋唔同經濟即係支持嘅部分啦。先睇下個出口方面啦。咁個出口係咪又可以繼續維持住一個好嘅勢頭咧？出口呢方面其實就係2025年其中一個增長比較重要嘅一個動力啦。我哋睇翻張圖咧，就係其實講緊係中國內地嘅一個係貿易順差啦。咁大家見到其實係過去大概呢一個係過去8年嘅一個情況啦。咁其實都係有一個非常之顯著嘅一個增長。咁其實背後嘅意思就話，雖然係其實環球嘅一個國際貿易嘅一個政策個不明朗性，其實過去幾年都仲係比較大啦。但係始終中國內地嘅出口競爭力咧，都係有持續提升，仲同一時間都係開放咗好多唔同嘅一個開拓新市場啦。咁所以你見到其實內地呢一方面個貿易順差咧，都係一直係一個比較大嘅一個係水平。咁2025年咧，應該都係創造一個歷史新高啦。全年有機會係真係去到1.2萬億，接近呢一個美元嘅一個水平喺度。咁所以其實見到應該未來嘅話咧，出口競爭力呢一方面，只要可以維持呢一個係狀態啦，咁跟住同一時間都開拓另外新嘅市場或者供應鏈呢一方面不停咁樣係真係重新係再調整嘅話咧，相信出口始終都仲係內地經濟其中一個比較主要嘅增長動力喺度。嗱，除咗睇住出口之外咧，另一樣嘢大家都關注就係個內需啦。究竟又可唔可以成為內地經濟增長嘅動力同支柱咧？係內需呢一個其實都係非常之重要嘅，或者我哋睇翻張圖就係講緊係舊年內地嘅一個經濟增長唔同部門嘅一個表現啦。咁頭先提過係出口啦，咁跟住仲有工業生產啦，同埋係真係服務業啦。其實呢啲都係比整體經濟增速係更加好嘅一個表現。咁但係如果你話比整體經濟增長係低嘅一個指標，可能就係講緊零售銷售呢一方面啦。咁零售銷售嘅話，咁其實舊年頭11個月咧4%嘅一個增長，咁當然係相對其他部門嚟講咧，就可能會係相對係慢啲嘅一個增速。咁但係其實呢個4%咧，其實都係重要，因為佢唔係單止一個名義增長，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內地而家物價基本上都係處於一個平穩嘅一個狀態，冇明顯嘅通脹。咁其實見到4%呢一個咧，都係一個實質嘅一個增速嚟。咁其實呢一方面個表現又唔係真係太低嘅一個水平，但只不過佢係低過整體經濟嘅一個增速啦。咁當然2026年咁其實係中央都講咗係支持內需其中一個最重要嘅一個任務或者係目標啦。咁呢一度點樣做咧？咁我諗除咗一啲可能要刺激消費或者補貼嘅一啲係政策之外咧，其實增加居民收入都係比較重要。咁增加居民收入呢一個咧，其實而家基礎又唔係真係有太唔理想嘅一個狀態。因為畢竟如果你話睇翻其實舊年頭3個月咧，其實內地
家庭嘅一個實際可支配收入咧，其實按年係增長5.2%。所以如果你話真係喺維持一個係收入增長係比較平穩嘅狀態之下咧，咁相信係內需呢一方面都仲係會有支持嘅一個空間喺度。咁但係無論點樣講都，今年嘅話應該講呢一張圖大家見到就係以前嘅可能係復甦就唔係真係好均衡啦，但係今年嘅話希望改善內需咧就係一個首要嘅目標嚟。嗱頭先你提到就話增加嗰個收入啦，咁當然亦都另一個因素要睇就係究竟內地嗰個就業市場個就業情況究竟係點？嚟緊會唔會見到一個明顯嘅改善，令到居民嘅購買力都可以增加咧？如果你話就業市場嘅話，咁其實基本上嚟講都係保持如果你話調查失業率就5.1%左右嘅一個情況咧，其實相對就平穩。咁當然過去幾年可能啲波動比較大嘅就係講緊係青年呢一方面嘅一個失業率啦。咁但係而家見到都係有一定程度嘅一個回落嘅。咁未來嘅話，我哋見到除咗係真係呢一啲政策之外，咁可能就仲有貨幣政策呢一方面啦。咁貨幣政策嘅話嘅調整嘅，我哋相信都仲係會有係真係減息啊、降準啊嘅一個空間喺度嘅。咁但係始終如果大家睇翻過去幾年，其實減息或者降準嘅步伐咧，其實相對於溫和，即係佢調整到頻率就唔會真係咁高。咁我哋覺得如果話今年係真係減息，可能係政策利率可能會下調係10到20個基點，如果話存款準備金咧，可能係50個基點左右嘅一個水平。嗱呢個就貨幣政策啦。咁喺財政政策方面啊，又有啲咩嘅評估咧？財政政策我哋覺得都係始終一個係比較積極嘅財政政策啦。咁積極背後嘅一個意思就可能係真係赤字啊，同埋總睇債務啊，都會維持一個必須嘅一個水平啦。咁如果你話赤字嘅話，我哋覺得今年嘅赤字預算大概有機會都係維持喺 GDP 嘅4%左右嘅一個水平嘅一個赤字預算。嗱呢個就內地經濟嗰個前景啦。咁我哋睇埋我哋香港呢邊嗰個經濟啦嚇，同樣都係睇住即係疫情之後嗰個情況。點樣評價嗰個香港經濟增長嘅動力呢？香港嘅話，如果我哋睇翻張圖咧，其實疫後嘅一個表現都係維持喺復甦嘅一個係狀態啦。咁我哋見到其實過去幾年係3.幾、2.幾嘅一個增速啦。咁2025年政府嘅一個係預測3.2%，咁都係一個唔錯嘅一個表現嘅。咁但係如果你話香港嘅話，舊年其實同內地有一個類似嘅一個係特徵，就係始終係出口呢一方面個支持力度係比較大。咁呢一張圖我哋就見到係香港出口貨量嘅一個係按年同比變化啦。咁大家見到其實2022同埋23年曾經就係比較大規模嘅一個收縮啦，但係其實2024同埋2025咧都係有一個比較唔錯嘅一個表現，特別係舊年係真係環球貿易雖然咁多不明朗嘅一個因素啦，但係香港始終都係好好發揮咗一個自由貿易港呢一方面嘅一個優勢啦，冇對其他嘅一個貿易夥伴係徵收額外嘅一個關稅。咁所以其實呢一方面香港出口嘅競爭力咧係有一個唔錯嘅一個提升。咁其實呢一個應該講係無論係舊年或者今年咧都有機會係成為其中一個重要嘅一個係增長動力來源。但係有冇一啲不明朗因素擺喺後面，投資者都要考慮咧？例如地緣政局啊等等啊，會唔會都影響到即係出口啊等等嘅表現咧？我諗如果你話真係地緣政治嘅政局，咁當然其實過去幾年都係比較波動啦。咁但係其實舊年就已經係更加疊加咗一啲複雜嘅因素，就係關稅呢一方面嘅不明朗因素啦。咁但係而家你見到其實關稅政策嘅一個發展咧，其實比之前咧應該講係改善咗，因為當時嘅一個係真係不明朗嘅一個指標係非常之大啦。但係而家見到其實美國同好多其他貿易夥伴都係有一啲雙邊協議或者係其他嘅一啲係協商嘅一啲結果可以達成咯。咁所以其實如果你睇翻2026年嘅一個環球貿易嘅一個係表現咧，我哋相信嗰一個係政策嘅明朗度咧就係會比舊年高。咁其實呢一個應該都係會繼續支持香港呢一方面嘅一個進出口有一個唔錯嘅表現。係你頭先話2024-25年就會有一個即係反彈啦，嚟緊估計嗰個反彈個力度啊或者個動力係咪都可以保持到咧？我覺得動力其實而家有一個正面嘅一個因素，就係其實香港經濟增長嘅一個係發展咧，我哋覺得係會更加均衡。或者睇翻張圖咧，就係睇到過去嘅話就頭先講咗出口表現理想啦，但係其實過去1-2年嘅時間其實比較大嘅一個係嘅一個壓力所在咧，應該講就係消費市道呢一方面。咁其實呢張圖大家見到其實一個係零售嘅一個表現啦，同埋私人消費嘅一個表現。咁但係左邊呢一張圖咧就
就係睇到2024年開始咧，其實零售銷售呢一方面其實比較長時間都係錄得一個顯著嘅一個係收縮嘅一個情況。咁其實呢一個對香港經濟增長係一個係唔少嘅一個壓力所在。另外右邊一張圖就係私人消費啦。咁其實從2024年第二季開始到2025年第一季都係處於一個負增長嘅狀態，但係舊年第二季度就開始重新擴張。咁所以其實我哋覺得消費市道好轉咧，其實應該講係香港經濟今年都係可以延續呢一方面嘅一個支持嘅一個力度啦。咁如果零售嘅話，應該係除咗當然係港人北上消費，可能都仲係一個係趨勢，但同一時間其實我哋都會吸引越嚟越多嘅遊客過嚟香港呢一方面。咁其實呢一個係互相有一個抵消，咁同埋當地我哋居民嘅一個收入增長啦，咁同埋就業市場相對平穩嘅話咧，其實私人消費呢一方面都會有一個係繼續復甦嘅一個表現。咁所以簡單嚟講，我哋覺得今年個經濟增長咧就唔係單單淨係依賴出口嘅一個情況，同一時間其實係私人消費呢一個市道咧好轉嘅話，其實都會令到香港個增長動力咧就係會再進一步咁樣改善嘅。咁如果你話睇翻今年對香港經濟增長嘅一個預測或者 GDP 嘅一個增速，我哋放嘅區間就係2.5%到3%之間嘅增長。嗱，如果講消費都係同樣嘅問題咧，就係都要睇翻即係究竟嗰個居民嘅收入啦，就業係咪穩定啦？呢一方面睇香港嘅前景又點樣評估咧？我覺得應該係就業市場仲係會有改善嘅空間，因為其實舊年大家見到失業率其實曾經有一段時間都係一個向上嘅一個趨勢，但係當時可能主要嘅一個失業嘅一啲係問題集中喺例如係零售業啦，或者係建造業呢一方面啦。咁但係其實我哋見到頭先係零售或者消費呢一方面，我哋覺得未來係會有改善嘅一個空間。咁其實對零售業嘅一個係失業率呢一方面咧，應該係會有係再下調嘅一個係動作喺度嘅。咁跟住令到係建造業呢一方面咧，其實舊年都係其中一個失業率比較高嘅一個環節啦。但係第一就我哋會睇到，如果真係香港嘅一個樓市都復甦嘅話咧，相信建造業呢一方面嘅失業率都會有改善。咁所以簡單嚟講，我哋覺得就業市場嘅話，其實對消費今年都仲係會有一個支持嘅作用喺度。另一個可能支持到個消費就係大家睇住個股票市場啦，即係利好嘅時候，成日都話有個財富效應喺度啦，大家可能出去使錢都會疏爽啲嘅。咁呢樣嘢會唔會係一個嚟緊嘅正面因素咧？咁當會有幫助啦，因為如果見到頭先我哋係講咗係實體經濟，咁除咗實體經濟之外，我哋而家就係講資產市場啦。咁資產市場嘅話，其實係股市呢一方面，舊年就當然唔單止係真係股價喺度升啦，咁其實香港係重新去到係全球 IPO 嘅首位，即係集資嘅金額啦。咁我哋覺得今年有機會都係再度係成為全球 IPO 集資最多嘅其中一個係經濟體或者係股票市場啦。咁跟住同一時間我哋見到其實成交呢一方面都係有比較大嘅一個係上升。咁所以其實股市嘅話，就我哋見到係成交啦，係同埋係股市個指標啦，同埋即係 IPO 集資呢一方面咧，咁其實都見到成個金融活動係更加係蓬勃咁樣增長。咁所以其實如果你話財富效應呢一方面咧，應該講間接對消費都係會有再進一步支持作用喺度。嗱，另一個香港人最關注就係個住宅市場嗰個表現啦。住宅市場我哋見到就叫止跌回升翻嘅整體，咁嚟緊個前景又應該點分析呢？係，如果你話住宅市場嘅話，我哋或者睇翻張更加長時期嘅圖啦，即係私人住宅呢一方面嘅一個樓市表現。咁其實咧過去即係2022年到2024年，大家都知道其實香港呢一方面嘅一個樓市其實有一個比較深度嘅調整，咁舊年就會止跌回升啦。咁但係如果從趨勢嚟講點樣睇咧？我哋呢一張圖就係其實都係講緊係2008年到2025年嘅一個表現。咁其實我哋一般習慣講係樓市可能係一個長週期嘅一個資產，但係長週期係同咩因素再息息相關咧？我哋就覺得同利率週期呢一方面係比較大嘅一個係密切程度喺度。大家見到從08年開始到2018年或者2019年呢10年11年左右嘅時間咧，其實當時嘅話香港經濟又唔見得係一個好非常之強勁嘅一個高速增長，但係其實當時嘅一個利率環境咧係非常之寬鬆嘅一個狀態。如果大家仲記得，其實係有美聯儲嘅零利率政策啦，跟住有3輪嘅量化寬鬆啦，咁所以其實令到香港呢一方面個利率環境都係非常之係吸引人，同埋同一時間個流動性係非常之充裕，因為不停係真係有資金嚟到我哋呢度，跟住當時見到銀行體系總結餘都係非常之高嘅一個水平。咁所以大家見到其實從08年到2019年嘅一個高位咧，
香港嘅一個私人住宅售價升幅累計差唔多接近係3倍，係非常之驚人嘅一個水平啦。咁但係我哋知道係有疫情啦，同埋2021年，就算當時係香港經濟受到打擊嘅話，其實個樓價都係冇乜點跌到，因為當時嘅一個利率水平都仲係比較係真係正面嘅一個支持作用啦。咁所以其實見到兩大嘅利率週期一開始係超寬鬆嘅時候，咁其實樓價一直喺度升，後尾冇乜點變化平穩嘅時間，其實樓價都仲係平穩。但係2022年當美聯儲係真係好進取同埋加息嘅話咧，其實香港樓價就受到非常之大嘅一個影響啦。22、23、24呢3年應該講累計嘅調整深度差唔多累計去到30%左右嘅一個情況。咁所以其實係非常之同利率環境息息相關。但係點解到舊年2025年就開始真係我哋覺得係見底回升咧？因為其實美聯儲都係再進一步減息週期啦。咁我哋頭先一開始講過，今年應該會繼續減息，出年都係會一個維持寬鬆嘅一個狀態。咁其實甚至喺未來嘅一個利率週期嚟講咧，其實而家暫時好難睇到美國會係重新有一個係真係加息嘅一個動作。咁所以其實只要係減息呢一個方向同埋流動性充裕嘅呢一個方向會繼續落去咧嘅話咧，咁我哋覺得私人住宅市場都呢一個止跌回升嘅一個趨勢咧，都仲係會有機會繼續落去。嗱，講開美國嘅息口咧，亦都有觀眾咧就有個問題嘅，就關於美國繼續減息，究竟個影響會係點咧？特別例如講緊美金弱啦，咁對於香港佢問整體嘅影響應該係點睇咧？我諗整體嘅一個影響，如果你話減息嘅話，其實當然如果你話真係從經濟週期嚟講咧，其實而家美國同埋香港經濟週期都唔係真係好同步啦。咁所以其實基本上兩者之間嘅一個情況就唔係一定有一個好直接嘅一個係影響喺度。咁但係如果你話間接嘅一個影響，我哋覺得始終對消費都係會有幫助，因為如果大家知道如果息口呢一方面就係下調嘅話，咁無論對消費啊、對投資啊都係有一個正面嘅一個影響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對資產市場，我哋覺得始終頭先啱啱我哋講完係樓市呢一方面咧，咁我哋覺得呢一個會比較直接啲嘅，因為其實係美國嘅一個利率週期啦，或者香港個利率環境呢一方面咧，始終係對私人住宅市場就係會有比較直接嘅一個係影響，或者係息息相關啦。咁所以未來只要呢一個係相對寬鬆或者減息呢個週期係可以延續嘅話咧，咁呢啲正面嘅因素，我哋覺得都係會有機會繼續落去。嗱，有觀眾就問今年香港嗰個經濟會唔會好轉啦？頭先你都即係講咗一啲嘅觀點喺度啦。我諗整體去睇翻香港嘅經濟嚟緊有啲咩關注點，大家要睇實啊？我諗關注點嘅話，咁其實頭先提到啲都係值得關注。第一個就係出口呢一方面會唔會係繼續表現一個強勁嘅一個係增長啦？咁呢一方面我哋係覺得係樂觀嘅，因為頭先都提到一啲正面嘅一個因素啦。咁另外就係其實的確今年或者舊年嚟講，其實已經見到一啲正面嘅趨勢，就係香港咧經濟復甦，我哋會覺得係更加係全面啦。因為前幾年可能曾經出現係真係消費市道唔係真係咁理想，或者係零售銷售都係下跌嘅一個情況，但係而家都改善咗。咁所以簡單從實體經濟嚟講咧，我哋就見到係無論外部嘅環節或者內部嘅一個需求，其實都係有一個係改善嘅一個情況。咁除咗實體經濟之外，頭先我哋都提到係資產市場啦，係真係無論係股市啊、樓市啊，都係會有一個額外嘅一個幫助。咁所以簡單嚟講，我哋覺得香港嘅經濟復甦係2025年有一個唔錯嘅基礎啦。今年可能會繼續延續落去比較正面嘅一個環節，就係其實無論外部同埋內部實體經濟都係有改善，但係同一時間資產市場又係樓市同埋股市都係有唔錯嘅一個支持。咁所以我哋簡單嚟講，再係重複一次啦，我哋覺得今年嘅一個經濟增長嘅目標區間咧，就2.5%到3%之間。好啊，唔該晒 Tristan 啦嘅一個咁詳盡嘅分析啦。咁我哋嘅直播咧，亦都到尾聲啦。咁今日咧，我哋都感謝晒3位嘉賓啦，就住唔同嘅範疇咧，發表咗佢哋嘅意見，令到大家咧喺2026年咧做投資部署嘅時候咧，係更加有一個準則同埋得心應手。嗱，如果各位觀眾咧想重溫翻我哋精彩嘅節目咧，可以去到我哋東亞銀行嘅社交媒體網站咧嗰度睇翻嘅。咁喺呢一度咧，亦都代表東亞銀行祝各位2026年咧投資係事事順利。我哋下次再見。再見。